眼睛係我哋嘅靈魂之窗，亦都係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密嘅器官之一。由返工對住電腦，放工睇手機，到夜晚煲劇，眼睛幾乎一刻都冇真正休息。加埋長時間暴露於藍光、強光以及環境中嘅氧化壓力，容易令雙眼出現疲倦、乾澀、神采不足等情況。視力健康並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而係需要長期關注同細心保養，從生活習慣到營養補充，都值得多一份留意。Actilutin Plus 視力保營動加強版係一款以眼部日常營養補充為概念嘅產品。佢嘅升級配方特別加入含增量4倍嘅葉黃素，並結合蝦紅素、玉米黃質、智利酒果萃取等多種植物營養素，以及維生素同礦物質，從多方位支援眼睛應對日常挑戰。產品已獲 GMP 認證，符合優良製造標準，並採用方便食用嘅凝凍形式，尤其適合生活節奏急促、需要長時間用眼嘅人士，作為持之以恆嘅日常保養選擇。提到眼部營養，葉黃素同玉米黃質係最常被提及嘅成分。呢兩種天然胡蘿蔔素主要集中喺視網膜嘅黃斑部，係眼睛重要嘅營養來源，亦係產品嘅核心成分。兩者以特定比例協同作用，能夠有助過濾部分高能量光線，並參與日常抗氧化過程。有研究指出，適量攝取葉黃素有助維持視覺系統嘅正常運作，而配方中加入嘅智利酒果萃取，則以佢豐富花青素含量而受到關注。花青素具備良好抗氧化特性，常見於眼部保養相關配方中，相當適合對於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、容易感到眼睛乾澀嘅人士，作為日常營養補充。同樣富含花青素嘅成分，仲包括黑醋栗同山桑子萃取。呢兩種成分喺歐洲飲食文化中應用已久，有助支持眼部微循環，尤其適合配合長時間閱讀、專注工作或夜間用眼等情況，幫助維持眼睛喺高使用率下嘅舒適狀態。此外，我哋亦加入咗枸杞萃取。枸杞自古以嚟常見於日常食療中，含有多種天然營養素，常被用作日常滋養之選，為視覺相關營養提供多一重補充。最後關鍵嘅成分係蝦紅素，作為一種強效抗氧化嘅天然類胡蘿蔔素，蝦紅素常與葉黃素協同作用，針對長時間暴露於強光或者戶外環境嘅眼睛，發揮日常保養同埋保護嘅輔助功能。除咗以上針對性成分，產品亦配合基礎營養維生素 A、B2、E 同鋅。呢類維生素同礦物質配方，主要作用係支持正常視覺功能同埋神經系統健康，特別適合作為日常營養補充，全面配合整體眼部保養需要。Actilutin Plus 視力保營凍加強版建議每日一條，可於餐後直接食用或者冷凍後享用，口感清爽。產品尤其適合長時間面對電腦或手機，需要高度用眼工作或者學習，以及關注視力保養嘅成年人，作為日常眼部營養嘅補充。每日食用，再配合充足休息同埋良好用眼習慣，從生活細節開始，全面照顧雙眼健康。